各位好，尾喺呢段片段裏邊咧，我哋會講一個好重要嘅話題，就係繳交股票印花稅啦。係啊，Leslie，呢個係股東經常問到嘅話題嚟㗎。我知道咧，而家喺香港股份轉讓係需要繳納兩項嘅印花稅嘅。首先，政府係會對每一張新嘅轉手紙徵收港幣5蚊嘅固定轉手紙印花稅，由註冊嘅股份持有人，即係賣方負責繳付嘅。其次咧，除非另有指示之外，股票轉讓嘅時候，買賣雙方均需要分別繳納每宗交易金額0.1%嘅股票印花稅，不足1蚊，亦當1蚊計㗎。但係股東應該點樣繳付呢？在向我哋提交轉讓表格及股份證書之前，股東咧係可以親身前往稅局或者喺網上繳付印花稅。如果股東選擇線下繳款，可以將文件嘅正本交到位於九龍啟德嘅稅務局印花稅處。咩啊？咁網上繳交印花稅又係點嘅呢？如果想喺網上繳交咧，股東可以透過網頁瀏覽器或者係智方便搜尋香港政府一站通電子印花網站。要提醒股東嘅係，記得列印好印花證書或者收據。當你向我哋提交轉讓文件嘅時，你需要連同呢一個證明一同交俾我哋㗎。我知道咧，有一啲股票係免印花稅嘅，你又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喺邊度揾到呢啲名單呢？你講得啱啊，Leslie。有部分股票咧係無需繳納香港印花稅㗎，股東可以喺香港交易所證券交易費用嘅網頁查閱完整嘅公司名單。尾，多謝你嘅貼士啊！此外，證監會、香港交易所及股份過戶處正致力推動無紙證券市場嘅進程，令到更多公司嘅行動可以喺不久嘅將來以數碼嘅方式進行。如果有進一步嘅更新，我哋係會第一時間透過我哋嘅網站通知大家嘅。同時，如果有任何嘅問題或者你需要協助呢，我哋嘅團隊會隨時為你提供服務。